也请大家多多来消费，谢谢。妈妈，你我爱烧来个背起来，来，你边爱烧，来，妈妈爱喷起来哦。这个好，你还有什么？对，葡萄，谢谢。好，来。边迄个金蕉无？现在做金蕉，台湾上好的金蕉啊，金蕉，好，谢谢，谢谢。我们全家都是南门市场的老朋友，尤其我妈妈50年来都在南门市场这个买菜，这也是我小时候的记忆。那今天呢看到南门市场需要帮忙，我妈妈也特别站出来响应我在南门市场办年货这个活动也是在这边响应呼吁大家共同来发挥爱心，彼此相爱，能够在南门市场最艰困的时候，让我们一起陪他们度过这个最艰难的时刻。所以我妈妈今天特别来到南门市场，跟我们大家一起来采办年菜，也期待大家有一个未来，今年有一个非常好的年，明年我们大家都更好。是，那马丽讲你来找大家问候一下啦。戴口罩。戴着口罩没关系。我以前都在这里买菜买了好几十年，后来因为身体生病，所以就比较没有出来。玩这菜市场，我几乎每一家都认识。我想感谢的就是咱们，都每天都来。赶快，妈妈，对，想站。是，会发在里面。多妈妈来关心大家，多位妈妈感谢，谢谢大家加油啊，大家加油大家加油，谢谢妈妈来关心大家多位妈妈来关心大家，谢谢大家。来买一对，大家加油多位妈妈来给大家关心，感谢咱大家，多位妈妈感谢大家，谢谢。市场加油！之前是小猫2、3只，现在是有多出来几只啦。可是你说有比较好，也就是这样啊。我们比较担心的是会影响到过年。过年是我们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节日。你如果过年如果没生意，我们一整年就等于我们的年终奖金等于我们就没有年终奖金啦，对不对？所以我们也很担心，因为你看，真的还是没有什么有人啦，但是跟以前比真的是差很多。顾客来买菜会跟你反映说，他们也很担心。他们都会说小孩叫他们不要出来，因为他很怕说，万一你出来，他去上班，然后公司会说你有没有来南门市场，然后要隔离，会影响小孩子上班的那种。叫老人家不要来。对，叫老人家不要出门，然后老人家都会偷跑出来。我偷跑出来，我不要跟小孩说。所以都会这样子怕年轻人比较怕老人家是说你不叫你出来，你不叫你吃啥？我要吃什么但是就是出来，他们也会很紧张。所以也是担心说，大家一听到南门市场就比较惊。对，南门市场好像不知道发生什么事情这样子。甚至我们这边瓦斯不帮我们送对他说南门市场瓦斯不帮我们送怎么办？然后他们就换肩没办法。他说我跟你们合作10几20年，你这样瓦斯不帮我送，我们不是有人确诊，只是过去而已。对啊，你可以对呀，那大家都很紧张所以你说不紧张，我也很紧张对不对？我们也是很紧张，但是它都有消毒，都有消毒。那我们个人卫生也弄得很好，我们也有带酒精，也有戴口罩。可是客人就怕，你也没他办法。对呀，希望说让大家知道说，其实我们确实都要消毒、戴口罩，什么我们都有做到。那客人会不会回笼？让我们生意能够回来。就是营业额的部分，印象最惨的时候，大概是一天只卖出多少？昨天像他们昨天有来的，一天只卖1000多块，1000多块你要扣掉摊租，扣掉成本，
你根本就没赚啊！你来，你看那边都没有人来排，为什么？你看到摊就是根本给料嘛，给走给料，你不如卖来，所以很多人都不来。你看大家都不来，为什么？来走就了钱。对呀。对呀，啊，无来料较少，来料较多，对对这样。啊，我们来是为什么？怕人家说我们确诊。啊，我们来就表示哎，我是健康，我没有被隔离，就这样，大家嘛都惊啊。对啊，不能休太多天。这个逻辑也对。休太多天，人家以为你被隔离。对啊，对啊，都不能。1天连50。好好。这一张。没有进来，我们就已经完成了，其他都花掉了。希望到我们来。辛苦了。那个 TVB 也会播了，他也会播。我跟你讲，我们也要播了，够了。150都没有，那边市场150。停车位啊，我们。